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莲池大师是一个有恨、有修、有正的一位高僧大德，也是我们净土宗第8代的祖师。他讲了这一段话，对我们来讲很大的鼓励，很大的鼓励。他说：“恶人念佛尚得往生，何况恶未必如善合。畜生念佛尚得往生，何况灵而好为人类。”各位，你看这一章，对我们来讲，你想象的，你稍微简单想一下就知道，是不是对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、这种烦恼苦海的众生，很大的鼓励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很大的鼓励。他说：“恶人念佛，一个很坏的。”造罪造业无量无边，各位，所做绝对是坏事，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好事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这种恶人、很坏的人，他念佛尚得往生，照样可以往生。为什么？何况我们恶未必如善合。善合，各位知道吗？唐朝啦，一个张善和吗？一个专门杀牛的。这个善和是他姓张，叫张善和，一辈子都是杀牛。结果有一天他得了重大疾病了，已经呢奄奄一息了，都快要往生了。就在这之前，突然间那些冤亲债主啊、牛啊，就来到身边来，要向他讨命了，要报仇来了。结果他就告诉他：“你杀我，你杀我，你杀我！”这样，他吓了一跳，一直很害怕，心惊胆战的，毛骨悚然呐，非常的紧张害怕，没人能够援助他。这个时候，他就赶紧转过头来，给他老婆啊，给他太太说：“老婆啊，你赶快请出家人到我身边，帮我诵经回向吧。”这个时候，他老婆赶紧匆匆忙忙的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就找了好几位法师过来。法师过来就这样一看，太紧急了，诵经来不及了，知道吗？对他来讲，没有办法当下就解决他的问题，怎么办呢？叫他念佛，你赶紧念佛，赶紧念佛。他说：“好。”他就左手拿香啊。左手刚好拿香，右手要拿火，准备要打的时候，就在准备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。正在要打的时候，各位，突然间他眼睛一张开，看到各位，阿弥陀佛出现了，来到他的跟前，莲花也来了，他满心的欢喜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佛来了，佛已经来了，佛陀来了。”他当下非常的欢喜，火的那个香都还没点着嘞，一口气就直接就往生了。佛就带他到极乐世界。你看，我们虽然作恶，有时候啊讲话不得体，有时候会怨恨，跟人家找报复啊，斤斤计较，小心眼。各位小心眼，然后容不了别人，没有办法有爱心，没办法有这个人品。各位，我们做人很坏，但是虽然这样，我们只要念佛，照样可以往生。何况我们这种恶，未必能够像善和一样。善和张善和，他专门杀牛，这种杀业可以讲说，在我们的罪业当中，杀生是罪业最大的。罪过是最深的，所以我们虽然是个恶人，但我没有像善和一样这么坏，一辈子都在杀牛。牛是很有灵性的，人有灵性，也是我们六亲眷属来投胎转世的。所以你看，过去有一个母牛啊，那个主人啊，一看母牛年纪大了，要准备给它卖掉。但是他旁边有一只小牛啊，看到他们要给妈妈给带走了，卖走了，要上车了，他心里很着急，马上跑到他主人的面前，咵
一下就跪下来，眼泪啊也一直往下流啊，一直流，哭啊哭。那个小牛哀求，一直哭，你不要给我妈妈送走啊！我知道一送走我就永远见不到妈妈了。你看那个小牛啊，一直哭。牛是多么有灵性啊，多么有灵性！所以各位，这个张善和一辈子在杀牛，这个罪重不重？像我们虽然有一点毛病啊，有一点习气，但是我们念佛，佛都不嫌弃你。何况恶，我们未必能够像善和这么坏。他一辈子都在杀业，一辈子都在造罪。所以你看，这种人念佛，佛照样救度他。照样救度，何况是我们一般的恶人呢？你只要有信心，肯念佛，愿意相信，好好的念佛，个个都能成就。畜生念佛，上得往生。畜生念佛，很多畜生，你看鹦鹉啊、八哥鸟啊，人家帮他买下来之后，就放在了那个寺庙的走廊啊、回廊那边，每天一过去就跟那个鸟打个招呼，阿弥陀佛。那个鸟啊，听久了以后，它就耳熟能详了，习惯的回答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它也会这么回答了。这个鸟呢，就这样不断的，人家过去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它也回答一句阿弥陀佛，它也不知道这句话叫什么意思呢？对我什么好处呢？有什么功德呢？它完全不清不楚。这个畜生八哥鸟怎么会知道呢？不了解啊。但是有一天它往生了。没想到给他埋了以后，埋在底下没有多久啊，2、3个礼拜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地方不是水池但是竟然会长出莲花。那里面的法师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长莲花呢？太神奇了，把它挖下那个土啊，结果那个莲花是从那个八哥鸟的嘴巴，从它的嘴巴里就长出一朵莲花出来。各位，畜生念佛照样往生，佛照样救度。你看，畜生念佛照样可以往生，何况有灵性的，能够判断是非的，能够选择好坏的，有聪明才智的。身为我们号称是这么一个人，天地人是三才之一，我们是个人，绝对我们有自主的能力。我们能够判断好跟坏、对跟错很清楚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有这个本事，你比畜生那是高了好几十倍、好几万倍。但是畜生念佛就可以往生，何况是人念佛怎么不往生呢？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一定可以往生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，莲池大师举这个例子来让我们。加深我们更应该好好把握、珍惜时间，精进念佛。大家只要一念佛，信心建立，个个都有希望，人人都可以跳脱，人人都可以成就啊！莲池大师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！我们恭敬你，我们非常的崇拜你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我们众生一个很大的当头棒喝。提醒我们大家，鼓励我们大家，我们很感恩他，非常感恩。好，今天就用这一章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